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无党籍的立委高金素梅，伫阳明山的徛家甲立法院的办公室，早起一透早有检调去搜索，一度传出讲可能是甲选举资金的来源有关系。不过台北地检署最后来证实，是甲诈领助理费、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、甲诈领某一个协会补助款等等有相关。啊，那高金素梅本人是互带去调查局，要厘清案情。检调人员入去立法院，直接就去立委高金素梅的办公室。是违反反渗透法的部分吗？是接到来自国安局这边的情资吗？带队是北检的检察官詹永岭，甲调查局国安处的主任杨任之，超点外间，其中一批人先查部分的证物资料离开，除了办公室。而且是今天一早6点多，检调人员第一站是先来到了高金素梅位于台北市阳明山的住处，进行第一波的搜索调查。再去检方是兵分道路，先到高金素梅徛机去车，将人带去到国安站。检察官后来伫9点半带队到高金素梅立法院的办公室。同一个时间，屏东服务处嘛被敲，敢若是甲助理费有关系。我们大家站出来好不？高金素梅被检调查出讲助理费的核销过程敢若有问题，北检最后证实讲，牵涉到诈领助理费、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以及诈领某协会补助款等等案件。谢谢我们两面的帅哥美女啊！高金素梅为2002年开始做立委，目前已经7连霸，即马敢若卡到国安法相关的案件，敢是真正牵涉不法？这涉案的情节有偌深？检调会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